台南市立医院中医师杨之令指出，在癌症治疗过程，腹泻是最常见的副作用。其中一位高女士就因为罹患乳癌3期，完成手术后，持续用标靶药物治疗，结果一天要腹泻7到8次，加上不时腹痛，身体相当虚弱，根本不敢出门。后来经过中医部癌症特别门诊3个多月的调理和针灸治疗，除了腹泻明显改善，也舒缓头痛和失眠症状。我们就是慢慢的帮他调理，就是主要是强健他的脾胃机能，然后再帮他做一些补养气血的动作，然后我们还有加上很多针灸的治疗一些脾经、胃经、肝经的穴位，然后来帮他舒缓他的这些副作用。高女士因为药物副作用折磨半年后，透过中医药介入调整体质得到改善，也让她愿意现身说法，提供患者在抗癌过程很好的参考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